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谚是低头毋顾阿母娘。伫民间要拜拜的时，会传低头5声来表示对神明的敬畏。这个生礼上重要是低头，再来则是鸡、鸭、鱼、肉等等。若有阿母娘做生礼，可能为着要斗搬数尔。即寡生礼会叫一个人来斗影一个，惊互狗还是猫偷食去。若准阿母娘互猫咬去，迄个人煞甲低头囥咧，毋惊互狗捕去，颠倒家己走去养猫。即句俗谚是在讲做代志无分轻重，啥是重要的，啥是较无要紧的，伊三无总。安尼在做代志找无要点，毋那代志可能做无好，影响到别人也是公司，就真害啊！以上感谢收听。